第12篇，烧热佮营养的爱心汤，作者张照权。拜六这天，天拄拍曝光，天气真寒，真侪人还眯伫棉罩被底，无想要起来。还毋过有1、20个10几岁的学生囡仔，已经伫三义长老教会的灶骹开始无闲了。因有的煮汤，有的切果子，有的洗鼎鞋仔，甲扫涂骹。等汤头均好啊，因就甲用心所熬的鹿茸排骨汤，放落去保温鞋仔，搁甲木瓜放入去果子盒仔，准备要送去予孤单无伴的老大人。这间爱心灶骹是伫2013年，一个15岁的学生高兴所创办的。高兴自细汉就对爸母四界去做志工，俗语讲，爸母做好代，囡仔袂变歹。当伊发现乡内有真侪老大人孤单无伴，有一顿无一顿，食食毋是泡面，就是罐头。伊就决定要出去招有爱心的学生囡仔，做伙来替老大人服务。高兴讲，阮要煮好食的汤头，甲老人补充营养。这个想法得到真侪人热情收听。三义长老教会毋但提供一间舒适的灶骹，佮补助经费，嘛有生理人免费提供食材赞助。逐个月有2个拜六，这阵学生囡仔铁马骑咧，也是用步练的，趟过铁枝路，爬上山崖。来到三义庄骹，毋但送烧烫烫的汤头，甲好食的果子，佮甲阿公阿嬷能配合，关心因的生活，就亲像朋友共款。住伫三义乡圣兴村姓詹的阿公，家己一个人住，又搁中风，若当着送餐的日子，伊就足期待遮的学生囡仔来处理。伊讲，平常时厝内干那我一个人，想袂到遮的囡仔屁，毋但煮汤互我啉，搁陪我开讲。寒天啉着烧烫烫的汤，感觉足温暖的。有当时眠梦嘛会想着因，听着老人的呵恼，互因真感心。5月中团长讲，替老人服务，感觉足快乐的。若听着一句汤真好啉，也是鼓励的话，就互阮有继续服务的原动力。5年来，拄着3位阿公过身，互因深深感觉爱定着爱的父亲对老大人的关怀，搁较袂使等。三义遮的囡仔兄，互孤单无伴的老大人享受营养好食的汤头，甲爱心的陪伴。到今已经进入
第6年咯，有真侪学生囡仔小连续加入服务的行列，继续伫社会世界传播这份爱甲关怀。